Hello 各位，冇錯，今日我就要同呢個葉 K 單挑啦，大家都係雙滿水金，好有實力啊！好啦，去片，好啦，而家3、2、1開打！Holy shit！ Oh my god！俾你俾咗，死啦！我係咪冇教到音樂啦？我要教音樂先好聽㗎嘛，真係，唉，教翻佢。哇，咁樣都打到啊，好乸犀利！所以葉 K 名不虛傳。哇，仲要咁樣令人其他葉 K 打到，哦，我都打緊各位，他用的是真門果裂傷。對啊，我就翻我講乜嘢普通話，我哋同語啊嘛。哎呀，死火，俾佢避到添。避到啫，但係我次次都打唔到你啊！我都唔知點樣接嘅真係。我就翻我唔識打。我就翻我撳咗個撳唔到嚟聲。我諗住撳嗰個零人，唔係嗰個黑刀啊。歪啊！我歪啊！哎呦，有料到喎！哇，吸唔打到！哇，冇事啦。避唔到。Holy shit！ 哎呀，死火了！好了，是時候該……哎，我拼爆了！操 ！Oh my god！ 我都跑出 ，Holy shit！ 我要死啦！贏你啫 ，OK， 而家用上隊。唉，我唔用黑刀啊，仲要用埋呢個用龍刀啊 ！No！ 3打嘅。Oh my god！ 好啦，嚟啊！3、1 go！ 哇！空咗。嚟啊！葉 K 咁樣打到我好乸勁嘅真係。係。突然間我受唔住刺激咧，開咗個 V 技咧 ，K 又死嘅啦。Holy shit！ 打唔過葉 K 太過勁啦！Oh my god！ 哇咁啊！唉，我受唔住刺激啦！我受唔住刺激啊！嗰條好恐怖，好恐怖！哇，開埋 V4 死得啦！我條 fuck 你仲開 V4 嘅？死火啦！完蛋了各位！好吧，先騙他一手，看我先裝糖，我操了！好吧，再來一局。哎，完蛋！沒事啊，睇你用緊呢個 Shadow 已經好成樣嘅啦，呢個水槍。我遲早買夠嘅嘢。係咪啊？揾我買咯。Oh my god！ 終於喐到佢啦，太辛苦。我都好難得，哇！咁都捉唔到你啊，蘇西。呢個暗影我就 fuck。哇！暗影果實合。Oh my god！ Holy shit！ 我要用腦殘打你。用腦殘好啊！哎，你啊過去添。殘血啦！哇！先用腦殘嘲諷一下，移動速度唔想用，一陣間就會過。Holy shit！ 呢個移動速度咧我都唔，好吧，1-2第一局他贏了，好吧，我是再用這套配置跟他打他死命了，各位，聽我說，哈哈。OK，下一局就吃了個閉門羹了。Oh my god！ 咁打又捉唔到啊！係，冇事冇事，俾人逼咗落坑渠度死真。啊，唔係我開嘅咩？What the fuck？係啊，呢度太擠逼啦。
一手啊。OK， 第3大局的第1小局，3、2、1，死火打唔切添，佢嗰個技能太考反應。唉，係啊。GG，Oh my god， 打贏咗葉飛。OK， 好吧。3、2、1，開始。收聲咁都打到，收聲。好錯識嗰多謝白日夢你。哈。哇，有啲難做。打唔打？會啊，左見聞識 OK， 嚟啊，再次挑戰反應。哇，佢而家用信號會輸出。喂 bro， 死火。OK GG。Oh my god， 用冰果神之冰，我就用我依一 set combo。好啊，嚟3、2、1 go。OK， 好似有啲高喎，點解嘅？唔錯啊！垃圾呢個垃圾羅叉咁都跟唔到。下一世人啊！羅叉勁嘅喎，乜 combo 都接到嘅喎。哇！哇！佢可以戒啦 Pro 啊，沙果。黐唔黐？自創沙果 combo 打敗咗葉 K。來，再來。呢個距離打唔到啦。PVP 玩咗咁耐先知道，原來沙果範圍咁拉遠。梗係啦。平時沙果見太少啦。OK。咩啊？OK。響雷黑刀神人拳，唔用門嗰啦，門嗰我捉唔到啦，太細啦。我3、2，屈到翻連數都唔數啊！直接打葉 K 嬲我啊！冇事。怎麼這套傷害不夠高啊？我的天！咁樣打到，唉，好吧，2比2了。最後第5局啊，第5大場的第1局，3、2、1，開始。Oh my god！ 我愚人橋終於打到。唉，算啦。好啦，呢條片就嚟到呢度啦。唉，最後打平手5比5啊，算係咁啦，大家都係一樣實力。最後仲有我嗰個抽獎嘅活動，下條片就公佈，睇下邊個可以抽到我嘅永久切果實啦。呢度我會送出10個出去嘅。好啊，咁呢條片就差唔多啦，鍾意記得俾翻個 like 同 share 呢條片，同埋訂閱我嘅 channel 啦。我係八神風暴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